2015年台湾文学外语国际研讨会是由国立台湾文学馆主办，国立成功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承办，会伫今年的11月初7到初8两天，伫台湾文学馆举行吼。咱即届研讨会呢，有来自9个国家的学者吼，有日本啦、法国啦、美国、德国、纽西兰、越南、韩国、菲律宾、甲台湾等，这9个国家拢总40外位的学者，会来参与。共同来讨论吼，咱嘛望透过即届交流呢，会当增加咱台湾文学伫国际上的一个能见度，互大家人看会到咱台湾文学的存在。目前呢，虽然华语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即个官方语言吼，毋过大多数的台湾人呢，其实伊的母语并毋是华语，有75%左右的人是用台语做母语，另外有12%的人用台湾话，就是用客话来做即个母语。嘛，超过2%的人是用原住民的话因为过去中华民国久长来拢用即个独尊华语的即个政策，所造成咱少年一辈台湾人呢，伊的即个母语呢，讲袂认同豆豆就失传虽讲是安尼咧，毋过咱还是真侪台湾人呢，定咧拍拼来争取到即个台湾母语教育的即个权利。毋但安尼，咱嘛有真侪台湾作家呢，嘛坚持用台湾的民族母语来创作。咱知影，咱台湾文学的起源绝对毋是为华语开始的啦。咱若甲台湾的语言摕掉，即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咱就看袂清楚。咱知影，咱台湾伫1885年，就用即个台语罗马字，就是即个白话字呢，来创刊，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即份报纸伫1886年呢，嘛有刊载一篇即个台语上早的短篇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事》。这篇短篇小说呢，比中国鲁迅伊发表《工人日记》《狂人日记》呢，搁较早30年代啦。所以为这个例，咱就能知影，你若甲台语、台湾本土语言甲摕掉，绝对无法度清楚来认捌到台湾的即个文学的发展。那现阶段呢，咱台湾人用华语是国不中的啦，暂时无法度一个做法。咱嘛望未来呢？伫大家协助之下，大家拍拼之下呢，咱台湾人会当真紧全面恢复用家己的母语来写作，互台湾文学呢会当回归到伊应该爱有的面向。